可以少一點。外銷等級的鳗魚搭配獨門醬汁，經直火燒烤後，香氣直接衝出螢幕。這間從料理手法、器皿使用、裝潢設計，每個細節皆充滿濃厚的日式風格，營造宛如置身日本的用餐體驗。經過蒸煮，然後我們公司特製的蜜醬，然後去烤過的這樣的鳗魚，強調了它的軟嫩度。還有我們公司堅持一定用外銷等級的4批到5批，1公斤4尾到5尾的鳗魚，然後我們也堅持用1年的鳗魚，就是所謂的新仔鰻，這是我們公司一直堅持的。所以坊間有很多鳗魚吃起來很多刺，其實那都是叫做老鰻。老鰻因為它皮很粗，所以叫做spongy unagi。其實國人對台灣的鳗魚有一些不好的印象的原因，是因為都吃到不好吃的鳗魚。大江戶町鰻屋創辦人江俊明表示，品牌今年在三井體系共開出4間門市，未來5年目標拓展至20間據點，希望讓更多國人認識並品嘗台灣最頂級的鰻魚料理。今年在三井總共展了4家店，那未來我們是5年20店的計劃。那最主要，我想我們要開這個鳗魚飯的主要的原因是想要把在地文化，把台灣的最好的老天爺賜給我們的鳗魚，能夠留在台灣，給台灣的消費者、國內的消費者能夠享用吃到好吃的鳗魚，不要每次把好吃的鳗魚都外銷到日本去，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想法跟主旨。為歡慶台南新店開幕，業者即日起至1月4日，連續7天推出限時優惠1本鰻便當，消費者可用半價享用營養價值高、口感細緻的鰻魚料理，歡迎民眾前來嘗鮮。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。